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Big Dog Channel。今集帶大家去釣蝦，大家要記得睇到最後啦。今日我哋嚟到位於屯門嘅姜太公釣蝦場，呢度嘅收費係明碼實價，按缸數同時租嚟計算，帶狗狗嚟亦都唔需要額外收費。狗狗嚟到釣蝦場係需要着片片，釣蝦場會免費提供一塊。事不宜遲，我哋一齊開始釣蝦啦！呢個就係我哋今日釣蝦嘅蝦池，會有專人教我哋釣蝦，不過我都聽到一嚿雲。唯有陣間邊做邊問啦。哇，老師好犀利啊，係咁樣戳兩下就釣到一隻蝦啦。好，到我哋釣啦。首先要勾好啲魚餌先，再放入水池，等願者上釣。老闆好好人啊，俾咗支冇魚鈎嘅魚竿俾 Taco 妹妹玩。好彩水池中間有塊夾板，咁就唔會俾 Taco 妹妹嚇走晒我哋釣緊嘅蝦。釣蝦場係寵物友善，所以狗狗可以喺旁邊陪住主人一齊釣蝦。因為蝦池都有一定嘅高度，如果係小狗嘅話，建議帶埋架車嚟，可以同主人或者蝦池呈水平線嘅高度。如果唔想打車咁麻煩，當然手抱都可以。又或者暫時放狗狗喺戶外區，自由活動一下。釣蝦場老闆加咗啲蝦落水池，俾我哋呢一班初學者增加願者上釣嘅機會。魚竿終於有反應啦！我終於釣到蝦啦！我哋今日嘅魚獲啊！我呢個蝦獲啊！呢啲就係我哋今日嘅魚獲啦。唔係，應該係蝦獲。釣返嚟嘅蝦可以揀自行攞走，或者即場煮嚟食。我哋就揀咗即場煮嚟食，因為我哋有大狗仔嘅關係，我哋就揀咗喺戶外區度食。Taco 妹妹好鍾意呢啲遊戲設施，因為牌照嘅問題，釣蝦場未能提供其他食物。但係釣蝦場歡迎客人自帶食物或者叫外賣，我哋就叫咗披薩外賣。連 Taco 都想食披薩，我哋嘅蝦亦都到啦。自己努力得返嚟嘅蝦特別好味嘅，而且啲蝦亦都充滿鮮味。老闆好好人啊，烚咗啲鮮蝦請狗狗食。如果大家係第一次釣蝦嘅話，建議玩最少2個鐘，因為第一個鐘主要用嚟學技巧，第2個鐘魚獲就會開始多。今次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，如果大家中意呢條影片就俾個like支持我哋，下一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